是咱做伙来祈祷。主上帝，阮要学乐你，阮要敬拜你。主，阮会使伫你的圣殿当中做伙来学乐，做伙来感谢，做伙来祈祷。主，这是阮的恩典。主啊，恳求主上帝伫今仔日大大充满伫阮每一人兄弟姊妹的身躯顶悬。主啊，阮伫这个世界当中有犯真侪的错误。主啊，求主你来赦免，来讨办阮。主啊，互遮的过错完全的离开阮每一人的性命的当中。主，阮嘛伫遮来甲你恳求，主上帝的圣灵充满伫即个会堂内底。主啊，互阮一个人，每一个人，阮伫遮来领受主你教示阮的话语的时阵，会使成做阮每一人生命当中的一个真大的恩典。主，阮的祈祷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圣经以赛亚书43章8节到13节，另外阁有19节到21节。以赛亚书43章8节到13节。你着将有目睭也痴迷、有耳孔也臭耳人的百姓，拢总甲带伊出来。万国着自责，众百姓着自悔，其中是水会将即个讲明，也着将前的事讲互阮听。因通带干净来，家己显明因罪，也是因听见就讲，这是真实。耶和华讲：恁是我的干净的，是我所敬的奴仆，互恁知来信我，搁明白我就是耶和华。伫我的大生无有受造的上帝，伫我的以后也无，只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无有救主。我捌指示，我捌拯救，我捌讲明，搁伫恁中央无有别样的上帝。所以耶和华讲：恁是我的干净，我就是上帝。对有日子以来，我就是耶和华，无一个会救人脱离我的手。我要行代志是罪的阻止啊！第19节，看，我要做一项新的事，当地发现，恁敢毋知吗？我要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山里的走象要尊重我，山狗甲猪狗嘛要安尼，因为我要互旷野有水，互沙漠有河，通互我的百姓，我所敬的啉。即个百姓是我为着家己所做的，要保养我的名声。即是学乐，请相连圣歌队。
即是讲道，咱请周牧师。各位兄姐大家平安。感谢主，咱今日特别有邀请咱普世丰盛生命协会的总主任周牧师，咱大家拢捌伊，我毋免加介绍。是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实际上周牧师要转来嘛，加足困难，转来着搁隔离2礼拜，总是为着宣教的工作，伊嘛是爱转来，伫台湾，不管伫南部、伫中部、伫北部，拢有真侪遮个关心伫宣教的兄姐，会来了解整个普世的宣教，10月30日其实伫咱高雄，咱时间上也真歹配合，所以我有讲邀请周牧师。会当有机会来咱教会来分享，即个整个普世的宣教。兄弟姊妹，咱会看见主来的日子已经近啦。咱这是伫落尾时代，咱着搁较注意伫主爱咱做工。我会早起咧想讲，咱教会是若甲像一个师仔会，一个协会，中就是若甲理监事，是牧师若执行长。咱的信徒那较会员吗？这敢是咱的教会敢有成安尼吗？应该咱教会是有使命的。咱的兄弟姊妹毋是干那来做礼拜，其实咱有使命，咱应该传福音，咱咧宣扬福音，要宣教，咱是带着使命的。咱的教会，咱应该就是免来，互咱搁较有宣教的使命。假使咱若只有为着家己的道路，可能咱就毋免逐礼拜即款的组织，是要激励咱，互咱会当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毋是干伫咱即个所在，爱伫世界逐角落。感谢主多谢周牧师，伊的年纪遮大，但是为着主的工，无停止，欢喜实在是。有时啊，搁较侪人来关心、来承担，所以咱多谢主咱会早起会当即场甲后一场有周牧师来分享真要紧的信息。咱嘛拍破欢迎周牧师。即摆平安。平安。真欢喜来到油厂教会，因为伫台湾只有几间教会，我感觉改成亲像家己的家。因为牧师真欢喜，互我有机会三甲来做即个宣教，所以我即摆转来时间较短，毋过嘛心内想讲，油厂嘛着爱留一礼拜回咯。虽然是临时甲牧师通知，因为我要转来，甲毋转来伫遐纠缠，然后大家人拢无赞成我转来，讲我头壳破一空，头壳破一空毋知啥物意思，我毋知影。所以我祈祷主，讲主，你互我知影是毋是应该转来。个我伫最后一礼拜伫爱开票的时阵，有。前一日有2个姊妹打电话互我讲，因要转来台湾定居，要搬转来台湾住。我台湾姊甲我讲，台湾是偌好，拄偌好，伊直讲，我就知影伊就免讲。伊就讲，到机场人就有车甲你载便便，就有里长就甲你关心，佫会佫送钱互你食饭。我讲哦，在遐好。所以过日我就讲主，安尼我清楚，2个人，伊嘛拢80几岁。要搬转来台湾住，伊要转来慢慢甲我报告，佫甲我讲，所以我个圣灵引出来的时阵，有时你着感觉讲真有自信。既然是上帝引出我转来，相信上帝有伊的美意，个人是安尼。关2礼拜嘛是袂歹啦，安静伫主的面前。2礼拜关了即摆剩几礼拜尔，毋过。已经做足侪工呀，经历圣灵的奇妙。你台北、高雄、台中拢有开餐会，
每一场拢头300几个人，然后最主要是圣灵充满，迄个圣灵伫迄个会中的运作，互咱袂晓讲的迄款的受上帝所吸引甲感动。特别是伫台北场嘛是真，迄个帮助真大，所以我是感觉讲上帝，当咱顺服上帝来行的时，的确要经验上帝。今仔日我的题目叫做“拍开新的眼界”，拍开新的眼界。伫台湾较好命，即个疫情咱控制甲真好。总是伫美国是有够惨，真正是学校也关，阮诶要去上班嘛，拢袂使上班，毋是无爱去，袂使上班。教会嘛袂使聚会，上可怜就是我无师弟，我诶先生伫2月27过往登去天堂，嘛袂使装饰。所以来从迄日只有20个人会当入去看伊的迄个安尼展扬，要台嘛袂使活去，来徛远远徛伫车内安尼，所以迄款的情形是，互大家的生活甲生命受足大影响。人会当搁一摆来思想讲，到底这个世界是会变安怎？基督徒会想讲，上帝啊，是安怎你容允遮尔大的代志来发生？伫美国是所有的餐馆拢关，一间一间拢倒闭的店是袂讲一个，我嘛毋知影因安怎要行落去。敢若航空公司就倒闭8间啊。大公司几百年的公司，嘛无法度经营落去。即款的情形，咱做基督徒，毋知会当互上帝甲咱放弃来想讲，到底上帝是伫做啥物代志？伊借着即摆遮尔大的代志，是要向咱讲啥物话？拍开眼界，我家己有一个真清楚的感触，就是讲上帝伫即个世代，在行一件非常特别的事，非常特别的事。即个事检采咱袂当完全了解，总是实在讲是上帝在做大事。我感觉讲，咱若有加落来去思想的时，你有一个新的看见。所以今仔日我要讲，第一，咱着爱看见人的需要。因为我是用解经，所以你是若掀开圣经对你有帮助。我大部分会对以赛亚43章来讲起，今仔日拍开眼界。伫上帝的话是安怎讲？伫43章的头说使你若是要去帮助人的是用上济的经节，是43章1到6节。因为伫上帝讲，我是耶和华创造你的，你经过水嘛袂甲你淹，经过火嘛袂甲你倒。因为我看你做宝贝、做尊贵，所以阮做牧师去帮助人的是即节是上用上济。上帝伫起头就来宣布伊甲咱的关系，特别是即句讲，经过啥物，上帝都甲咱伫地，佫袂互迄个伤害来害着咱。那安尼？我上爱就是上帝讲，看你最尊贵、最宝贵。来到伫即个第8节的时阵，又讲上帝要对将迄个有目睭也无看，有耳孔也臭人的百姓，甲伊带出来。
这是我今仔日要讲的第一大点，就是看见人的需要。人有啥物需要？第一小点，就是着爱将遐有目睭未看到、有耳孔未听到的人甲带出来。啥物意思？也毋捌上帝，也毋捌永恒，也毋捌终局的人，甲伊带出来。这是上帝交代咱去做的代志。咱有时会看到有个人，伊一世人足拍拼，趁足侪钱。毋过忽然间检查是脑出血啦，还是讲心肌梗塞啦，着倒咧，着无去吼。我一直会想一件代志，讲伊要活我的时，毋知捌想讲伊若死，毋知要去倒位无？若死，伊遮的财产是怎样咧放互伊的子孙安尼尔是无？我会常常想即个问题。所以实在讲，咱的眼界有时咱真正是有目睭无看到，有耳孔无听到，因为咱无伫思考即个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来源甲伊的终局。所以以赛亚书40章到66章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叫做第二以赛亚书。我用即个以赛亚书写灵修，写几十篇。感觉讲上帝伫规个迄个圣经的内底，伫遐第一宣告伊是啥物上帝，第二宣告伊甲咱的关系，第三带一极大的愿望互咱，极大的愿望甲伊的疼伫咱的中间。人既然受创造，甲即个创造者有密切的关系，所以第二小点，咱着爱重新来认捌咱的上帝。伫即章的中间，上帝重复搁重复来讲，讲恁着爱想看觅啊，搁爱明白，就知影我是耶和华，我就是真神。独独我是耶和华，伫我以外无有救主。再三再四伫遐来宣布，伊是一个真神，是一个创造者，是一个拯救者。即个真神，咱毋知有真正捌伊无？我鼓励你即礼拜至少从以赛亚40章读到45，然后你读的时，你爱画起来。啥物是上帝的应允？啥物是上帝的疼？啥物是上帝甲我的关系？迄到伫咧上尾仔章，还伫遐咧颁布迄个希望，讲我将恁抱咧，甲恁摇，甲恁笑。迄款上帝用各种的方法要来表达伊甲咱的疼，甲咱的关系，咱有真正认捌伊啊无？今年有几若个，甲旧年的中间，几若个信仰属灵伟人伫现代过往。其中一个就是巴克 J.I. 巴克，伊有写2本非常帮赞的册，一本叫做《认捌上帝》，另外一本叫做《认捌圣灵》。这是伫基督教的册内底非常基本的、足出名甲起造你的信仰的册。拢有翻译做中文，我种望讲，你若真正要搁较深认捌上帝，爱去看，这神学家因是安怎来解释上帝是啥物款的上帝。所以伫咱的小组的时，拢有查经，也有分享。我知影咱嘛咧做幸福小组，你毋知要试看觅啊？讲，我若要介绍我的上帝，我毋知要安怎介绍伊吼。安尼就是你认捌上帝到啥物程度吼？那安尼，上帝呢伫各种的机会来向咱显示伊是啥物款的上帝。你会当伫后礼拜小组吼，家己先写，摕去小组分享，讲我所认捌的上帝是安尼的上帝。伊毋若干那是世界的创造者，伊是我生命的来源，伊是我的老爸，嘛是我生命的归属，是我一世人带我行人生道路的真神。
伊是会行新家的上帝，伫伊无可能的代志，伊是充满疼的上帝。所以将你所捌的、你的经历的，特别写起来，啊，伫小组来分享，常常会晓来介绍你的上帝，嘛是一个操练的机会，操练你的信仰的反省的机会。讲我敢有真正捌你？上帝借着这个危机来显示伊是上帝。我毋知影你有相信讲，伫即摆疫情的中间，上帝犹原是伫做掌权者甲主领者，你有相信吗？这毋是偶然发生的代志。虽然咱袂当完全的晓悟，总是上帝实在是掌权者。伊伫即个整个的发生，还是个过程，还是讲终局，还是讲结果来讲呢，的确有伊的心意。啊，咱着去思想，啊去了解，去抓着迄个心意。咱即摆台湾国际上出名起来，你敢知？我是看到有够欢喜的，讲好，咱即个小岛啊，佮全世界拢摕咱是模范，即个疫情控制上好的。上帝伫即个世代是咧做啥物呢？咱得来去了解。所以上帝呢，无有空来互一个代志发生，每一摆拢伫伊所计划的下面来做咱想袂到的代志。第二大点，我要讲的就是讲上帝在做一件新的代志，新的即件新的代志呢，就是伊伫伊的历史的中间，常常为着即个终局的目标，终局的目标就是全人类的救赎，对毋对？逐个人拢得救，后摆咱拢总会当灵魂得救，这是终局的目标。为着即个终局的目标，上帝常常会来做特别的新的代志。永远是历史的主宰。毋过伫即个伊咧做即个历史，第一小点就是上帝永远是历史的主宰。伊会伫伊的计划中间来选调特别的人，来甲上帝同工，来完成伊的计划。以色列历史的一个转变是对上帝选调亚伯拉罕，对无？对一个人，上帝兴许伊要创造一个民族，捌伊的民族，对即个民族通来传福音互全世界，这是上帝的计划。所以伫即个计划下面，上帝选调亚伯拉罕，即个单纯的信仰来完全顺服上帝。上帝讲安怎，伊就安怎做。所以一款的下面，上帝计划才会显示出来。毋若选调亚伯拉罕，上帝阁选调约瑟。几礼拜前，我咧灵修的时，读着诗篇105篇，一句话拍着我的心，就是讲上帝找约瑟，上帝选调摩西。整个105篇咧讲起上帝伊的计划性的救赎的进展，拢是选调一个人开始，总是迄个人就爱彻底顺服上帝，才会当上帝的计划才会当执行。迄个人若是无顺服上帝，会阁敬别人。上帝的计划袂改变，伊会阁敬别人。拢是遐互上帝敬着的人，你想有福气啊？无福气？有福气。因为一个人历史转变，因为一个人一个新的时间出来，我相信油厂教会伫遮。一定有油厂教会的历史，伫即个历史中，的确有一寡人，伊是互上帝选调的一个人，还是一群人，伫遐彻底要追求上帝啊！你伫即个地区爱阮做啥物？油厂教会是伫遮建立起来，有偌济人顺服上帝的调命。你看恁的堂偌水咧！伫台湾，若伫台北，拢是安尼，介济设甲间仔的吼，无法度嘛，爱租嘛。遮尔水的教堂，你逐礼拜来，敢有充满感谢？
这是咱正人听主奉献计划来做的代志，对无？所以上帝就是安尼来选择一群人来行，我就是这个互上帝选择。我无代无志去参加一个迄个宣教大会啊，感动啊，一直哭一直哭。啊，上帝就甲我讲，啊，你若顺服，啊，我会找人帮助你。啊，所以我常常甲陈牧师讲，啊，你是上帝找来帮助我的哦，啊，我真甲你感谢哦。上帝敢若讲即句尔，啊，我就足乖啊呢，讲好啦，上帝安尼好，我就来做这事，啊，要怎做？哇！听到王永信牧师讲，伫苏联开始讲开放啊啦，会使入去啊啦，哦，就带一群人入去啦。安尼就是世界宣教的中心开放伫共产的国家的第一页，1994。啊，我是1995去的，所以伫遐上帝小煞互我参加几场的宣教大会呢。我的心足清楚的，上帝要互普世、互世界听到福音。共产的国家开放啦，咱会使去传福音啦。迄个顺服的第一个就是王永信牧师。啊，若无迄个，毋知要搁拖偌久。开放随着入去，啊嘛毋知要安怎行。要开放的是苏联是宋向甲大帝，因为伊的钱拢用伫军事，啊，伫世界大家拢惊伊袂是一只好，啊，其实内底是宋向。啊，王永信入去，坐电梯，坐即个地铁，啊，苏联的地铁3站深，3站老啊深，啊，你一世人吼，若还会活动吼，你着去一摆苏联。真正是你会看到讲，迄地下地铁拢是地下吼，拢雕刻大理石，迄是当时的迄个总理惊讲有核子战争，所以起伫咧3楼深。若到时核子战争的是要立落遐安尼，所以地铁拢是3站深的哦。坐地铁边仔徛一个中国人。王牧师伫地铁传福音互伊，伊讲：安尼你咧讲诶真好听。啊，我有租一楼咧做宾馆，宾馆就是旅馆，因叫做宾馆啦。啊，你来讲互遐人听，啊，一楼带头50个、40几个中国人，当啊对大陆出来做生意。安尼迄支入去，所有人接受主，第一间莫斯科华人基督教会。这叫做上帝作为对啊，上帝做的，毋过伊着爱用人，所以王牧师凭信心伫遐开始，伊拢开拓了，着搁往前，所以整个共产的国家，伊拢要去传福音着对，啊叫人来接，无人敢接，啊我太遮戆胆，你也知，我拢毋知影我是安怎较遐戆胆。啊，毋过对上帝看起来一定是甲我点头，讲乖乖乖，真乖，对无？啊，我逐摆讲上帝，啊，你若点头，啊，佮笑一个，讲乖乖乖，啊，我就乖乖啊做安尼，就是安尼。上帝互我负担，要成立即个普世丰盛生命中心，要做超教派工作。因为我当时是伫大学柑仔县的教会做主任牧师，啊，伫遐做20年，分析4间教会。真安稳的，免阁创啥啊？泰国阁要去宣教咧，宣教拢是用我的假期出去的呢。一方面要牧会，一方面要去苏联呢。毋过上帝是独一的主宰，伊是行新的代志的上帝。我足毋望咱的油厂教会有一个新的眼界，咱互上帝委任。负起宣教的使命，你着爱出去看参与。目前，阮已经伫做，特别明年要庆祝25周年。25年的中间，完全凭信心行。对无半点做起呢，因为我咧牧会啊，
等下我退休的时，我着出去的时阵，嘛无钱通租办公室呢，无半点做起，嘛无动工呢。我招5个中级，讲恁敢愿意甲我动工来做即个上帝托付的事工？因愿意，就安尼呢。新者技师着一直来，迄是互你讲袂了的新者呢。甲即个长老讲啊，咱要去多租一个办公室，啊一个月着几元？伊讲爱800箍啦。我讲啊，若无800箍要安怎？伊讲啊，我听讲有一个长老有一栋迄个租人做办公室啦，啊无你甲问看要算咱较俗无？讲袂使，迄公家啦，我袂当算你较俗啦。我讲有一部足好诶，甲迄秘书特殊时。咱来遐跪伫祈祷，甲阿爸讲，安尼呢？讲安尼祈祷，讲迄个人，迄头家咧做，迄头家听着阮入去讲，伊也来跪伫，茫祈祷，因为伊是长老。啊，祈祷了起来讲好啦，我1月日奉献500箍啦，啊800扣500剩几元？300哦，这都有可能啊嘛，对无？你甲看上帝是这最新的代志，甲技术的上帝啦。你若限制伫你现在的生活苦讲啊，我着安尼食头路一世人啊啦，啊我即摆着较轻松啊一个，啊着留一寡钱通养老啦吼，啊着来通游世界坐游轮啦吼，啊嘛无彩呢，你敢知真正无彩？因为你的钱会当达到去推动上帝的圣工。我今仔日要来问主讲，主啊，你是爱互油厂参与啥？阮的有这项目是遐尼济啦，足济项目的。哦，你若有钱，我足望一摆来有人要献10万美金的，因为阮伫明年6月要搁接一个中牙的即个基督教小学、中学1200个学生，事工答应要甲接来，着爱40万美金一单，搁加着对啦。3年前才拄好接即个大学尔呢，大学嘛是相像，搁加40万、50万的美金嘛。上帝是行技术的上帝，伊用咱每一个人，通来完成伊的事工。无一项是咱有法度做的。实在油厂要有足大的气力，通做宣教的事工。只要大家目睭开，看到讲，哎呀！我会当，咱的小组就会当做安尼安尼。你敢知一个小组就会当，互即个缅甸的一间开拓的教会的传道人1个月的薪水呢？偌济尔？1万台票尔啦，300美金是1万台票，对毋对？一个小组，一个若1000箍，就会当开拓一间教会呢？看偌奇妙咧，所以上帝，佮最近迄个缅甸迄疫情足厉害、足可怜的，比美国更较严重。敢若阳光啦，阳光即个大城市，所以所有的店拢袂使开，也袂当出去买物件，只有厝里一个人会当出去。啊，遐个人佫拢是拍工的，逐日去做工啊，才有钱的，忽然间袂生活。啊，阮着发起要1号互因1000箍是几元？30美金、40美金，1000箍敢对？对嘛吼？互因会当去买1包米50斤，1罐油，一包面条，加2担鸡卵，安尼呢？安尼因就会当食1个月日安尼。阮答应因要1号帮衬因3个月，所以阮讲要来发起1000户帮衬1000户，因为因无拍工就无通食嘛。啊，阮即样代志伫东欧嘛相像，东欧嘛是有足侪即款可怜的民族性的，啊嘛是安尼发起。迄上帝互咱讲，我当伫想讲，嘿，迄油厂啊，阮的目标1000户，对恁一间教会来讲嘛无问题。就变恁做的代志，讲哦，阮去缅甸帮衬遮个困难中袂当生活的人，啊，你1000箍
啊3个月毋才3000箍，啊，着帮助因过难关。所以上帝的事工拢是对伊款负担顺服，顺服你着看到神迹。我逐摆来参会高雄，特别为我的一个表妹，啊，伫前金教会，啊，伊知影阮的事工，所以足拍拼，斗无款，啊，逐摆着招2倒来，啊，着未来时，伊着去讲，宣教啊，宣教啊，宣教安尼，啊，着去收钱收手的，啊，捡的。或者袂当出去的老人嘛参与呢，因嘛参与甲欢喜甲，嘛来参会。所以上帝的国度是咱大家做伙做的，只要有较侪人有负担，讲这是咱的工，我的钱要送到伫迄个远远的所在，来成就上帝要做的工。咱伫3年前接的即个大学是穆斯林国家的所在，伫遐有5个国家拢做伙叫做总衙，啊，即个总衙拢是穆斯林足严的，啊，毋过有一个长老退休了，互上帝感动，去遐开始即个基督教小学、中学，啊，然后读大学，啊，伊伫2-3年前要过往的时，找无人通接。大学要关起来，啊！上帝开拢要互我这困难的，我拢毋知影呢。我敢若听一句讲大学要关，哎呀，我也袂平安啊。因为我有去过迄个所在，我知影迄个所在足重要的，会当有一个基督教去经营的，总是大学袂使伫大学传福音，伫迄个下来办即个团契、办小组安尼。我知影这袂使失了机会啊！难道规世界基督教会无法度合作来维持即个大学，互伊落去嘛？我陪去看到，去到因兜，伊斗用起要过身以前，我听伊讲话，我摕这代志倒来当事会，逐个祈祷，安尼接起来啦。3年来，上帝互阮逐年拢会过关啦，吼，因为要维持一个大学啊。上帝是永远历史的主宰，啥物人会当互伊用？就是敬畏上帝，勇敢照上帝的心意来领导的人。第二，就是会晓听上帝的声，佮会晓观察，无永远成做一个痴迷佮臭人的人。上帝互咱看，咱无看到上帝，爱咱听，无听到。咱就是永远痴迷佮加臭人。上帝要用欢喜听来看。第三，上帝用遐信靠佮顺服的人。今仔日我挑战你，讲上帝啊，你互我足侪运费，我毋捌接受上帝你一个较大的挑战。挑战的意思是啥？你感觉无可能的，啊，你接受起来，迄叫做挑战。挑战是啥？你无够迄个能力，毋过你凭信心去行时，你看到上帝来完成。所以台湾是一个上帝特别疼惜的所在，真正总是要遮侪人还袂信，佮咱负起宣教的使命，是因为咱欠遐宣教师的济啦，有欠因无？有啦。古早咱台湾算啥物？这汉族啊岛，上帝也嘛找马该博士来遮，对无？找这牧师来到这个所在来传福音，经过足侪困难。你敢知影？我逐摆若出去吼，足欢喜的，就是讲吼，我是台湾囡仔。讲阮台湾嘛出对世界宣教有负担的人呢，啊嘛有宣教师出去呢。哦，有哦，拄讲机构，目前有几若个，阮是找足少宣教师，我是训练当地，阮拢办新来院，训练当地人起来传福音。安尼搁较省钱，搁较有效。啊，阮出去的拢是做领导者，出去伫遐辅导安。咱目前出去遮宣教师，拢是对台湾出身的。上帝疼惜咱。
即帮上帝咧做一个新的事。第二小点，就是伊伫开新的路，过去未通的路，即马伫开。安怎讲呢？即帮疫情带予世界上大的贡献，就是即个网络的视频的开发，对毋对？我昨暝就一直想，嘿，即个邮厂嘛，就爱来发展即方面，请专人，然后设备，恁小组嘛会当开始用视频传福音呢，主日学造就，拢总会当呢。这是上帝开的新的道路，是通往全世界，才着视频。我家己嘛有一个视频，我到遮嘛会当用。我用视频教册，我伫7月、8月教2科，一科普世班的教即个深度灵修，另外一科教我新开始得到领受是约翰福音的生命条。我足欢喜看到讲，对视频吼，土耳其的、台湾的、泰国的，嘛拢会当上课呢。我甲因讲，毋好啦，你咱半暝毋好上啦，后摆听啊，我若来台湾你较上讲，毋嘛，我要学即个课，即个课我爱学，后摆你无得较无教即课啊。哇，足兴奋的，你敢知？看到遮个人，这是上帝开的路。咱的教会有足侪人才，这人才爱起来互上帝用，贡献你所会当的，通互邮厂真做是通往全世界的教会。这是我互恁的条件，毋是限定咱遮尔定，也毋是干那限定台湾来分析教会尔定，通往全世界。即摆疫情的中间，疫情的中间，我真感动的，就是看到有一摆有50个国家，有音乐家，有大提琴、小提琴，有分贝仔，拢个拢有，相像伫无共的所在咧演奏奇缘恩典 Amazing Grace。我目屎流落来，你敢知？讲上帝啊，遮尔奇妙，50个国家会当共奏一条奇缘恩典。特别一个大提琴的，讲伊是万丹的，好，我就去直甲看，万丹的是阮遐呢。我是屏东万丹，阮阿嬷住伫遐，我不时嘛去万丹食到溜溜。万丹的呢，青年呢，拉大提琴的，你看，上帝为咱开了世界路，对毋对？咱袂当只有关伫遮，阮即帮所有拢是用视频哦，拢用网络哦。短宣拢袂当出去嘛，3月开始就拢袂当，连短宣都用网络。本来就训练10个老师要教遐个青年特别的课，袂当。老师是拢集好啊，有诶对香港，有诶对中国，有诶对美国、对台湾，拢训练好啊，要教要去，我袂当去用视频。遐学生照常嘛是视频，因嘛袂当自己。所以上帝做遮伟大的事，咱敢袂当参与嘛？将世界当作咱的河田，网络就是上帝伫即个世代要像罗马时代相像。保罗当时受警调要出来传福音，是袂当讲逐所在去，是因为会当逐所在去，是因为上帝已经开路，条条大路通罗马，对毋对？就是安尼来，今仔日条条视频通世界，你甚至会当伫恁兜，你会当往一个视频，你会当叫几个朋友互伊号码，伊拍落，教会就爱特别训练，较侪人拢会晓。世界伫你的手中。第三小点，上帝互旷野开大路。山无有江河，旷野有大路，山无有江河，这叫做不可能的事变可能。旷野哪会当开大路？山无哪会当成做大河？上帝佫讲，因为我要互我的百姓啉枵餓喙焦无仰望的所在，互因未到的所在，上帝互因要广传。
你甲我拢有责任，你袂当去送你的钱去。我一帮足感动，我若转来台湾，足欢喜看到上帝伫台湾的祝福。几年前我转来时，有拄着有人伫大陆啊，伫遐做生意啊，有真成功。毋过后来伫遐有拄着困难，脑癌发现，转来台湾治疗。上帝互伊加活3年，伫这3年的中间，伊大大为主做工。这脑瘤爆发了后，袂当行坐轮椅。当年的暑假，伊的负责人甲美国的传宣队伊的朋友还有6个人安尼去到伊的工厂传福音。儿童传福音，人传。伊的工厂有2000个员工，总是伊是遐对台湾去的职员传福音。旧年，伊当年去安尼去3档啊，职员中间10几个接受主领洗礼，迄是伊人生的最高峰甲喜乐。虽然家己知影日子无久，总是拼命传福音。一日我甲伊分享，伫即个总爷足需要有一个教育上课的所在，因为拢甲政府做的家厝歹看。伊讲牧师，你需要偌济？我讲要起一栋伫即个总爷差不多200万美金。伊讲我会甲我的负责人祈祷，祈祷了，伊甲我通知讲牧师，我会一摆先50万安尼献，分做4摆。伊还袂过身以前，伊都2礼拜前过身，200万献好啊！伊非常的欢喜，阮有将迄个设计图互伊看。当伊的人生的最后的阶站，可能伊迄个200万迄个楼要伫遐，毋知要阁栽培偌济青年出来，诚做伊上大的欢喜，甲伊的财产的分配，毋是安尼尔。伊讲牧师，其实每一摆我献的是，上帝拢无互我用着我的钱。订单一直入来，伊是咧做家具，订单一直入来做袂离，拢是上帝的钱。你有相信一点无？上帝袂用着你的钱啊，伊是要试看你听伊信心到偌大。所以我足需要较济人，因愿意献1000、1万、10万美金拢好，偌济拢无要紧。你的心上帝知影，你会当讲，哎呀，我遮钱会当分配一寡哦。啊，有一摆我拄着一个兄弟，啊，伊是我真捌的，啊，伊甲阮献10万，我就感觉台票啦吼，啊，我就感觉哦，足甘心的，足甘心的。到伊过往的时，啊，囝儿为着伊存800万啦，啊，分到冤家啦。我想讲，我知影你若有800万，我嘛甲你讲献100万吼，啊，献10万啦，10万我就足感谢的啦。啊，毋过剩的钱煞为着钱啊，2个兄弟啊煞冤家啦，不满啦，讲无公平啦，啊，你分这我分迄安怎样？啊，佫有土地，佫有厝安尼。啊，上帝互咱稳定，咱来甲上帝做伙来开道路，开新的道路，互较侪人对这个道路来进入上帝的拯救。上帝伫拆毁，甲这起造是伊做的新的代志的一项。旧的思想爱拆毁，起造新的思想。知影上帝咧做啥？有时教会热心的人却真做迄个保守伤济，所以袂当有新的上帝作为出来。足侪旧的思想，啊，就爱安尼，就爱安尼，就爱安尼，新的拢袂当接受。人阮过去拢安尼，上帝是专门做拆毁甲起造的上帝。足侪旧的物件，咱爱改变。像阮做机构。阮对头就讲做超教派，所以袂使干那讲为着家己，所以所有开拓的教会无徛阮的牌啊，无一间叫做普世丰盛教会无。
当地教会，所以邀请愿意参与的。毋过怎伫台湾，我嘛倒来分享吼，无几间教会有宣教意念呢。伊拢会讲，哎呀，阮到台湾都传甲袂了咧，啊，我的负担就是台湾啦。我搁甲人讲，宣教毋是你的负担啊无负担的问题，是耶稣基督的命令。耶稣讲，你着去到普天的传福音。耶稣毋是讲，啊，恁若会当吼，啊，着去外围传啊，毋是安尼讲呢。恁着去，伫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传即个福音。伫世界，你一生的成就上夸耀的，是你有参与耶稣基督的命令。教会上大的夸耀甲蒙福，也是对安尼来。愈宣教，上帝愈祝福；愈奉献，上帝愈祝福。就毋茫你家己对上帝有即款的叫做委身 commitment， 就是我愿意。对上帝讲，主啊，我愿意参与伫即个时代，来产生生命的影响力、金钱的影响力，互你的福音会当借着你所开的新的道路，透到全世界。三甲的祈祷，天父，阮感谢你，你常常用你的话来叫醒阮。感谢你伫阮一生，你拯救了阮的灵魂。你互阮即个伟大的使命，恁着去到普天的传福音。主啊，阮带着即个确信，知影这是你的命令，求主互阮有一个顺服的心。主啊，今仔日你要你的百姓来讲话，偌济人要受你的兴起，来重新看到新的眼界，目睭开，耳孔听，来遵行上帝你的托付，祝福即间教会已经为你做。伊个头前要搁甲你相合做，愿主祝福，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妹，这是咱的手回应诗618首，咱着信靠上帝，请咱起立吟全首。即咱即个时阵吼，要来
奉献。咱今日也有特别多谢周牧师甲咱分享，咱会当有拍开咱对普世宣教的视野。宣教这是主的命令，毋是干那负担，是干那趣味，嘛毋是干那伫咱即个所在，是上帝爱咱去到遐有需要的所在。世界有足多需要的所在，咱过去有宣教士来，今日咱嘛应该有宣教士去。过去人来遮宣教，咱嘛爱去宣教，这是福音的节。感谢上帝，咱多谢周牧师，互咱有一款的明白，互咱迄个视野会当拍开，互咱知影上帝爱咱做的，咱若真正去回应。上帝的确，伊会关心伫咱，伊会供应咱，伊实在是咧试验咱。当咱有疼伊的心，上帝的确搁较大，会疼咱，祝福咱。咱为着会当诚做伊的百姓，会当来敬拜伊，搁会当来服侍伊，搁会当参与伫宣教。咱感谢上帝，望咱三甲为着这个代志来奉献甲代祷。请咱的执事来受奉献。感谢上帝，上帝透过敬掉王永信牧师，伊是一个先知，会当知影上帝的心意，会当比人较早就看到迄个宣教的需要。感谢主，周牧师。上帝嘛使用伊，会当继续这个需要，搁会当做较大的事。咱嘛求上帝帮助咱，咱有缘会当做上帝爱咱做的事。咱每一个人拢会当参与，咱不管咱的年纪是大小，其实上帝咱互咱交给的恩典，咱欢喜来做主爱咱做的。主的确要大大祝福你，咱起立咱入门的心。主，阮感谢你，互阮有安尼的能力，会使对主你来奉献。主来求主来祝福咱教会所有的事工。主你30倍、60倍、100倍恩典伫阮的当中来诚侪一个的祝福。主你嘛来祝福周牧师，伊手中的工课，甲伊的身躯拢得到平安健康。主安尼恳求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咱可能简单报告一下。好，来，我来报告消息报告。第一点，今仔日欢迎周牧师来到阮的当中，敬请大家搁较侪的代祷。第二点，本主日项目的营养的8点，阮有11月份的定期中职会，今遮所有的中职甲所长咱来参加。第三点，真爱人的关怀学会，每礼拜二的透早8点半到12点，阮遮有活动请长辈会使来参加。第四点，11月22日是阮的感恩节主日，阮有迄个捐血的活动，时间是9点到下晡的4点，地点伫咱的教会附近咱要关会的人爱早身份证来排队，若有关会会使得到一个礼物。第二小点，
阮迄天嘛有举办感恩的见证礼拜，欢迎兄姐来分享见证。本会定伫11月29日下午的下晡，伫敬拜中心有举办圣诞节的点灯礼拜，阮有预备轻食，欢迎兄弟姊妹踊跃来参加。第六点，阮后礼拜是基甸主日，阮的吴长老来伫阮的当中，阁有郭玉轩弟兄来本会请安，并且兄姐奉献甲代祷。其他消息合作社有迄个低费率的，这家看到啊。好。感谢主吼，咱为着即个咱联络的基体吼，咱也会当三体祈祷吼。为着即个有陈昌胜兄弟吼，因为车祸吼，即嘛伫中间吼，咱也为祈祷。咱的有在长老娘感谢主吼，已经顺利伫厝，咱也继续祈祷。罗秋菊姊妹吼，湘南兄弟，咱也三体祈祷，互咱伫祈祷中吼，逐个早起咧早祷吼，拢有咧祈祷。咱也伫祈祷中，咱也当三体祈祷吼，感谢上帝。咱来吟祝福车建的诗。391首，请咱大家起立吟全首。就到咱请牧师。当恁人平安去，会当诚做上帝好的妻婴，参与伫上帝伫世界的心意，就是会当将福音传到普天下，互万百姓拢会当做野生，互世间的人拢来敬拜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相通，甲众兄弟姊妹甲弟弟，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请坐列倒。兄姐，今日吼普济丰盛，特别有足侪出版品，也是真好的机会。今日足俗吼来义卖啦吼，伫外口咱来当有迄个录音的啦吼，有迄个真侪周牧师所讲的吼，真有造就咱的吼。阮有一本要送人吼，咱拢会当摕，多谢。